5平方 square foot 地價樓盤傳真係由5平方 square foot 優質樓盤專區贊助播出。歡迎收睇樓盤傳真。嚟到年底啦，市道仍然充滿挑戰。近日出爐嘅經濟數據，部分有惡化跡象。咁11月嘅強制清盤呈請宗數創16年嘅新高，市場氣氛繃緊，發展商都步步為營。聖誕節嘅檔期都唔見全新盤嘅蹤影。咁就唯有資助房屋補位。咁新一期嘅居屋、綠置居同埋白居二第一次合併接受申請。咁一次過推出合共超過1萬伙嘅供應，居二市場將會面臨挑戰。仲有個零禮拜，2025年就完㗎啦。展望2026年，市場預料有超過26,000伙推出，主要嘅供應係嚟自北區，有超過4,800伙，其次就係啟德同埋土瓜灣，各有3,000幾伙。各大發展商都積極部署出年嘅推盤步伐，預料推出嘅伙數最多會係新地，有大概5,000伙，包括重頭戲之一嘅 Sierra C、天璽天2期等等。咁其次係新世界，會為明年提供3,600伙。對於出年嘅樓市，發展商都幾樂觀㗎。睇好樓市之下，出年新盤嘅開價趨勢會係點樣呢？分析下就知。今年年中唔少新盤貨尾減價，減幅甚至達到15%，吸引咗唔少購買力轉移去到新盤嘅貨尾。據代理統計，過去5年貨尾銷售量佔整體一手成交大約3成半，平均有大約4,600宗，佔比自舊年漸見上升。2025年嘅貨尾成交量更加超越全新盤嘅成交量，貨尾大幅清減，發展商資金能夠回籠，一手新盤開價至年底亦都有條件貼近市價。隨住呢個趨勢繼續嘅話咧，我哋相信咧，去到出年咧就好快有機會咧就重現翻一個日價嘅情況啦。咁呢個日價咧亦都係見到過去我哋喺香港嘅樓價有一個上升週期嘅時候都係長期存在，咁所以我哋相信呢一個轉向咧都係一個幾重要嘅指標。雖然我哋話計到今年第四季去到11月係一個負0.8%，即係一個輕微嘅折讓啦。咁但係事實上我哋睇到個別項目咧都已經係以一個高於同區二手價嘅價錢咧係開售，亦都取得一個理想嘅成績。我哋呢個係一個平均嘅數字。咁但係個別項目已經出現咗呢個日價。自舊年設立之後，吸引咗唔少普通話拼音買家入市。代理預計全年普通話拼音買家嘅註冊量有13,500宗，比舊年上升超過1,300宗，而金額就多咗22億。對於一啲有資金嘅內地買家嚟講咧，長短線佢哋都應該係吸引嘅，因為如果你睇翻香港嘅樓市嗰個復甦情況，似乎都係比內地一啲一線城市今年係嚟得快啲啦。咁令我哋嘅租金回報率亦都係相對比較吸引啲啦。我哋一個政府公佈應該係細單位有3.7厘嘅租金回報，咁呢個都係比起可能佢哋係投資內地物業或者投資喺放喺一啲定期存款都係比較高。放寬細價樓印花稅都唔代表淨係帶動細價樓嘅交投，中高價物業嘅1、2手成交量都有所上升，整體成交量按年升大17%。今年下半年1000萬以上嘅物業佔比更加錄得升幅。成交量我哋亦都見到今年係細價樓帶動。咁出年呢，如果係個樓價有一個見到已經係築底回升嘅情況呢，好多我哋見到好多香港嘅買家咧，可能都係跌嘅時候唔係太夠膽買嘅，即係要去到見到明確地睇到嗰個有個轉勢嘅情況啦。咁個入市嘅信心咧係會增強咗，咁呢個咧先至係啟動到個換樓鏈。而事實上我哋見到咧係今年下半年啦，嗰個我哋如果用翻物業嗰個金額分佈嘅成交量嚟睇咧。細價樓已經係一個高位跌翻落嚟嘅原因就係因為中高價物業嘅比例嗰個佔比咧已經係增加緊，咁所以見到咧其實已經有少部分嘅換樓嘅需求咧喺今年2025嘅下半年咧已經係出緊嚟，咁呢樣嘢相信咧去到2026年咧都係可以延續。至於租金方面，受惠於政府一系列嘅人才計劃，放寬投資移民同埋非本地學生嚟香港讀書，租務需求旺盛，預料2026年住宅租金仍然有上升嘅空間。
房委會將會喺出年第二季破天荒同步推出居屋2025、綠置居2025同埋白居二2025，聯合接受申請。當中新一期居屋會推出5個屋苑，涉及8300幾伙，初步以市價7折嚟定價。咁售價就係由150萬到480萬，面積介乎281到560尺，最快喺2027年落成，預料出年第4季開始揀樓。同上一期唔同嘅係，今期嘅居屋屋苑啦，主要係位處新發展區，只係得一個市區項目啫。咁面積比較細，百零尺嘅單位亦都絕跡，相對合理嘅居住空間、價錢同埋周邊配套設施，又可唔可以配合得到呢？同大家仔細了解同埋分析。新一期居屋5個屋苑位於錦田、將軍澳、屏山、東涌同埋啟德，合共提供超過8000伙。今期嘅樓王係位於啟德嘅啟陽苑，亦都係今年唯一一個位於市區嘅屋苑，平均尺價最高達到9300蚊，面積介乎281尺到490尺，主打開放式至一房，全盤1840伙。以交通配套同埋景觀而言，都係最優勝。鄰近港鐵宋皇臺站，步程大約5分鐘，亦都有小巴同埋巴士來往黃大仙、藍田同埋中環、小西灣等嘅地區。配套方面，隔離嘅啟欣苑同埋啟悅苑已經入伙咗一段時間，加上隔離係啟德零售館，日常生活配套設施成熟。加上啟德體育園一帶嘅建築物大部分都只有幾層高，預料啟陽苑中高層起，更加可以望到跑道區，享有海景，係今期5個居屋之中嘅首選。其餘4個屋苑尺價比較接近，介乎6240蚊到7150蚊。次選就係錦田嘅匯禧苑，提供960伙，係今期居屋單位數目最少嘅屋苑，售價由180萬起步。地理位置上，同樣步行大約5分鐘就會到達最近嘅鐵路站錦上路站，係將來屯馬線同埋北環線嘅轉車站，日後北上亦都可以好方便。不過日常生活配套或者會比較遜色，而家周邊並冇商場，想補充生活必需品，可能要到錦田公路一帶或者元朗站附近嘅商場。至於將軍澳嘅映輝苑，提供1600幾伙，售價介乎168萬到423萬。坐落喺山坡之上，喺清水灣電影製片廠嘅後面，前面都係低密度發展嘅洋房，預料可以望向銀線灣嘅海景，景觀開揚。由樓盤步行去到坑口站要大約15分鐘，附近嘅屋苑亦都有商場同埋店鋪。今年比較特別就係好幾年都其實冇將軍澳嘅新居屋出現係啦，咁今年就映輝苑啦。咁雖然佢未係喺所謂最交通方面或者唔係所謂嘅完全喺地鐵沿線嘅位置啦，咁但係其實本身將軍澳本身對呢啲居屋嘅需求一直都有嘅，係啦，咁亦都有機會就因為呢一個新嘅地方出現呢，咁其實都會吸引咗一班可能本身係對喺將軍澳置業有興趣嘅人呢，都會有機會去參與今年嗰個嘅居屋。同樣享有海景嘅仲有東涌裕豐苑，係5個屋苑當中最近海。雖然前面嘅地皮預留興建住宅，不過樓高唔高過70米，擁有40層高嘅裕豐苑，預料高層單位可以享有海景同埋機場景。裕豐苑係今期之中提供最多伙數嘅屋苑，有超過2000伙，樓價最低，平均尺價6240蚊，只需要150萬就可以入場。價錢或者同位置因素有關，由於位處於東涌東新填海區，周邊暫時未有配套，最近就只能到鄰近嘅長東村街市同埋商場。而將來最近嘅鐵路站就係東涌東站，不過項目嘅預計關鍵日期係2027年嘅9月，而東涌東站將會喺2029年竣工。入住初期出入或者要預留更加多嘅時間接駁去到東涌站，按照而家嘅交通配套會有巴士來往。而剩返嘅屏山朗豐苑，而家周邊係鄉村，距離朗屏站大約要行20分鐘，亦都有巴士接駁。隔離嘅朗屏村發展多年，日常生活用品都可以輕易喺商場買到，而配套亦都齊全，附近有體育館同埋社區會堂。配套相比裕豐苑會更加充裕，不過景觀就只有山景同埋市景，平均尺價只係相差1%，提供1870伙，售價介乎160萬到339萬。
今期居屋將會實施唔少嘅新措施，包括青年白表申請者同埋申請多過一次嘅人士會多一個抽籤號碼，綠白表比例調整到5:5比，轉讓年期縮短去到10年等等。有學者認為新措施會增加吸引力，加上今年樓價回暖，都有機會會帶動更加多人轉投居屋市場。今年我哋見到嗰個樓市係相對上係叫做回暖翻少少，或者有啲情況講可能係叫做止跌啦，係啦。咁我哋見到其實過咗年中之後咧，其實樓價都開始有少少上升。咁我諗相信亦都有一班嘅買家係啦，佢哋都會諗就係，咦，私樓可能個價升緊，咁即係話而家買居屋會唔會係更加係抵咗咧？即使係話你話同私樓比嘅話，其實居屋始終講緊7折都係一個幾大嘅一個差距係啦。咁對於一班未必支付到私樓嘅人嚟講，買居屋都已經係一個幾好嘅選擇。油塘區轉型指日可待，親海站系列正係首階段落成嘅項目之一。之前驗收過親海站1，成績唔錯，下一節驗收親海站2，睇下可唔可以保持到。親海站係長實喺油塘東源街嘅項目，2年前以深水炸彈價登場，首批均價唔夠15000蚊，創近7年最低。咁項目就係分2期發展，合共提供886伙。發展商先推親海站2，當時首日賣樓沽清600幾伙，成為超過8年即日沽清最多單位嘅樓盤。咁不過屋苑上個月錄得首宗2手蝕讓個案，係250幾尺嘅一房單位，以400萬轉手，尺價15500幾蚊，單位帳面損失27萬，2年貶值大約6%。咁抽出嘅驗樓單位係3房連儲物室嘅大積，707尺，位於2B 座高層 E 室嘅單位，業主喺2023年以1100幾萬買入，尺價為翻15900幾蚊，同驗樓師入屋檢驗係一下質素。飽覽美景嘅單位，3間房都可以享有維港景。但係單位質素都要抵受近海帶嚟嘅隱憂。通常呢啲位置咧都會好迎風嘅。咁如果你檢查到啲窗鎖住咗之後 check 到有啲漏風嘅，咁啊當然最好做咗佢啦。咁但係係咪唔漏風就等於佢一定會唔漏水咧？又唔係嘅，因為咧其實咧我哋好靠呢啲嘅膠邊咧去頂住啲雨水啦。咁但係風大強嘅時候咧，佢會超過佢負荷極限嘅，咁通常呢啲膠邊大約會頂到100幾公里嘅風壓啦。咁但係而家啲超強颱風咧，下下都去到200幾嘅，所以咧點解好多時超強颱風嘅時候咧，好多人都話鎖實嘅窗，啲窗都會漏水啊，因為坦白講條膠邊已經頂唔順㗎啦。咁呢個真係冇得整嘅。你話係咪好常見咧？都唔係，因為呢啲颱風可能幾年一次啦，同埋咧。就算有咁嘅颱風，都未必係向正你個座向㗎嘛，咁所以咧，唔係個個超強颱風嘅窗都會漏水嘅。驗樓師表示，啱啱收樓嘅窗戶膠邊可以使用7至10年，當發現膠邊變硬就失去效用，應該適時更換。主人房呢個位置就唔會受到風吹雨打，反而有機會被遮擋，危險性都偏低。呢一個位置咧，其實有個牆腳呢度有個比較大啲嘅破批檔啦，咁啊個範圍都幾大嘅，不過都係低位嘅，實嘅，空嘅，都幾響嘅。咁但係咧咁低嘅位，咁其實就唔擔心佢跌落嚟會駁親個頭嘅。咁而呢個位置咧，我好相信業主係可能會做過比較長啲大嘅衣櫃擺喺呢個位置啦。其實如果衣櫃遮住咗咧，就冇乜大影響噶啦。因為就算佢後面真係鬆離咗，你個衣櫃都頂住咗噶啦。聽個聲咧，就你話係咪真係好快會剝落咧？又不一定嘅，但係可能幾年內都會谷起晒啊。主人房嘅套廁入面採用石材鋪設，小瑕疵容易處理。鐘 Sir 仲有一啲建議俾大家。
嗱，呢度嘅浴室咧，佢地台咧就唔係瓷磚嚟嘅，佢用石嘅。咁啊，而家見到其實少少花啦，呢啲石面咧就打磨一下咧，其實可以好靚㗎啦。咁用嘅時候咧，有一樣嘢要留意，因為用石材咧，佢本身石材係個吸水率要高啲嘅，所以咧如果一啲嘅清潔劑咧，就最好唔好直接擺喺石面度，因為如果耐咗咧，佢可能索咗啲化學品落去咧。你有時見到拎開個樽之後咧，有個孔喺下底嘅，咁嗰啲孔咧要清理翻咧就好高難度㗎啦。咁所以咧可能擺喺個櫃度啊，或者你要擺嘢上落地台咧，揾啲嘢墊起佢就會好啲啦。因為石如果真係索咗色嘅話咧，唔係咁容易清理嘅。咁可能要揾到一啲專業做石嘅公司同你撳啲藥水落去嘗試下清翻出嚟，都不一定會清得甩嘅。所以呢個用嘅時候要小心啲。廚房都有一處瑕疵，但處理難度唔太高。呢個都少見嘅，亦都係一個好少嘅問題嘅，即係咁話呢隻廚房門咧，其實有條金屬嘅收飾邊啦，不過呢條咧就其實鬆咗就冇黐實咗嘅。咁成條咧其實係鬆晒㗎啦。咁其實咧整就唔難嘅，將佢黐翻實佢，唔好咁容易鬆咗出嚟就得㗎啦。因為咧可能閂多幾次門咧，扮下咧，成條跌落嚟都會㗎。咁所以呢啲一定要黐翻實佢啦。咁但係其實真係一個好少嘅問題嚟嘅啫，少見啲咯。扣分最多嘅項目係玻璃幕牆同埋鋁門窗。玻璃有污跡、窗框崩花要修補等，總共失去大約9分。其餘各個項目都有輕微瑕疵，包括天花同埋牆身唔平滑同埋有污跡，要扇灰同埋重油，連同批盪鋪磚等項目，合共再失去7分。單位最終得到84分，略高過親海站1，守住優質評級。提到油塘，以往會聯想到工業區或者鯉魚門一帶嘅海鮮食肆。政府自大約10年前開始鋭意轉型，變成海濱高端住宅同埋商業區。咁親海站就係屬於油塘改造大計首階段落成嘅項目之一。目前多個項目正在動工或者計劃重建，未來將會迎嚟大變天啊！雖然親海站臨海，但係周邊有唔少嘅工廠等嘅建築物遮擋，係其中一個令人擔憂嘅因素。咁喺業主嘅精挑細選之下，單位所在嘅樓層啱啱好避過前面嘅阻擋，樓層高度不負絕美海景。睇下單位嘅間隔，又可唔可以令人住得舒適？靠近海邊嘅親海系列，親海站2喺後一排，仍然望到唔錯嘅海景。但客廳嘅設計就背道而馳。Raymond， 我哋喺客廳呢個位啦，咁樣望出去呢個景觀，呢個位置係咪都有啲可圈可點嘅地方？其實咧呢個客廳呢個景觀咧就好靚嘅，因為佢對出去全海景啦，咁其實好好嘅。不過咧有個美中不足，即係我覺得嚇，就係呢個窗嘅設計咧就唔係咁理想。你睇下佢個效果咧好碎嘅喎，嗱佢分開幾幅幾幅咁樣細幅咁咧，咁其實咧就你睇落去唔順眼嘅，就好似斬開啲景觀咁。係啊。嗱就冇比較冇傷害，同一個座向，你睇翻個主人房嗰個設計，你對一對比，個效果已經係完全唔同。嗰個就一覽無遺啲啦。係啊，你睇下得㗎啦。望到隔離嘅外牆設計都可以更加美觀。咁 Raymond， 我哋睇完呢個室內啦，其實外牆係咪都有啲位可以改善佢美感咧？係啊，其實咧你睇下外邊嗰幅牆咧，佢就一邊黑色一邊白色嘅。咁但係好奇怪咧，就係嗰啲喉咧，佢就全部油漆黑色喎。咁啊襯色就襯到黑嗰邊啦。咁啊但係白嗰邊咧，佢就好顯眼嘅。咁既然你油得，我覺得做得好啲。白色嗰個位就有白色嘅喉，黑色個位有黑色嘅喉，咁咪冇咁顯眼咯。室外嘅佈局同樣有進步空間，先至可以令房間享有更多海景。嗱呢個咧就細房啦。咁就其實個細房望出去咧，都有個海景位好靚嘅。咁但係好可惜，就係你望出去嗰陣時咧，就有啲冷氣機喺度咧。其實大部分嘅景觀咧就阻咗。咁我覺得真係有啲可惜。其實我覺得呢個冷氣機咧可以唔擺呢度，咁就揾個第二個位擺佢，就唔好阻住呢度咧，就會好啲。我覺得咧呢組冷氣機咧就可以擺喺主人房外面嘅。咁
咁就而家主人房嗰度咧，就嗰個就窗就幾低落地嘅。咁但係你房個窗咧咁低又冇乜大作用，因為佢用低嗰張牀，咁其實你睇唔到嘅啲景。咁啊房嘅牆咧就做到咁高都 OK 嘅。咁然後再擺翻個冷氣機喺嗰度咧，其實就好過擺呢度，我覺得。咁仲有呢啲冷氣機咧，其實佢放得比較高嘅，我覺得佢係可以沉翻啲。咁沉翻啲咧，當然啦個台會低咗，咁但係咧台低咗，你睇上邊，就算個台低咗落嚟，其實遮唔到個窗㗎，你起碼都可以沉到我諗300、400。你沉得300、400咧，其實個冷氣機嗰個景觀咧就爭咗好遠㗎啦。單位主人房開則都有考試，但係冷氣機同樣要移一移，先至可以住得更加舒適。Raymond 啊，我哋喺主人房呢度啦，後面有個位都好似幾實用，可以擺嘢咁啊，係咪啊？佢呢個主人房個則咧比較特別啲嘅，咁佢就入嚟有條長走廊，咁個走廊旁邊咧佢留咗個位咧，就攞嚟做衣櫃嘅，咁都可以嘅，咁起碼都用到下。咁但係咧就始終個走廊長咧都係會嘥啲位㗎啦。咁個設計上咧，仲有啲咩位可以改善嘅咧？嗱，佢呢度咧就個冷氣機咧裝喺呢個位，咁其實都合理嘅，因為始終用冷氣都係呢個位啦，走廊嗰度唔使點用，咁就裝喺呢個位都算好。咁但係我覺得咧，如果呢個冷氣機咧就向嗰邊再移一移佢，就會更加好啲，因為始終咧呢邊都係走路位嚟嘅，咁你個牀擺喺呢邊㗎啦，無論床頭擺喺邊度都好啦，咁個冷氣機移過啲咧都會舒適啲。吹出嚟嘅風就勻順啲。係啊，唔會直接吹到張床啊嘛。咁啦，主人房裏面都有個浴室啦，呢一個位有冇啲咩優點咧？嗱，呢個浴室咧，佢就裏邊有個窗嘅，咁就呢個窗咧，如果打開咧，咁就同呢個房嘅窗咧就可以形成一個對流，咁啊幾好嘅，應該我頭先試過通風效果都唔錯。咁仲有咧，呢個浴室雖然佢有窗啦，但係佢都做咗百葉嘅，咁啊呢個又好嘅，就算佢閂埋嗰個浴室門咧，只要開個窗咧，仍然都可以流通到。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即係幾好嘅設計。驗樓單位不設露台同埋工作平台，量度內籠面積有599尺，同實用面積比較比例有8:半，樓底方面有8尺11寸。就住驗樓結果，發展商回應話已經為業主遞交樓宇接收核對表格，所有項目都屬於輕微瑕疵，承建商亦都已經全部執收完工。驗樓環節歡迎觀眾一齊參與，業主可以透過呢啲途徑登記詳細地址同埋聯絡方法，就會自動參加抽籤。抽出驗樓單位之後，我哋會打俾中籤業主確認，名額1位。元朗坳頭站周邊有新發展動態，就係落入北部都會區逢吉鄉一個項目，預計提供大約1440伙，可以容納超過3800人。下一節分析一下。為咗着手解決土地供應問題，由2021年政府定下發展願景，南金融、北創科雙引擎，重點推動嘅北部都會區發展計劃，4個新發展區處於施工階段。住宅發展都如火如荼，未來供應將會大幅增加。鄰近坳頭站再有住宅申請，項目距離坳頭站有310米，中間夾住沙埔嘅公營房屋項目。咁財團啦就元朗逢吉鄉一幅地皮，申請興建2棟分層住宅，單位數目大約係1440伙，預計竣工年份係2035年。了解一下申請詳情，再睇下地皮規模同格局。地皮位於元朗逢吉鄉，鄰近北環線主線坳頭站同埋沙埔公營房屋發展項目，打算由工業丁類、住宅甲類同埋農業地帶改劃去到住宅甲類1地帶，面積大約78500尺，當中政府土地佔大約240幾尺。
打算以地積比率6倍發展2棟47層去到49層樓高嘅住宅大廈，另設1層避難層同埋1層地庫停車場。落成之後，總樓面面積大約47萬尺，涉及1430幾伙，預計可以容納大約3800幾人。兩座住宅大樓嘅排列，第一座呈長形，第二座呈 L 型。考慮到毗鄰沙埔公營房屋發展，規劃通風廊以融入周邊環境。預計可以享有比較佳景觀嘅係第二座向南同埋向東邊嘅單位，同埋第一座向南靠近東邊，避免望第二座樓景嘅單位，比較少樓宇遮擋。項目預計仲有一棟低座會所大樓，將會設喺地盤嘅最西邊，同埋第一座嘅底座。預計對第二座向西嘅單位影響有限，壓迫感低，但都難避免望到沙埔項目嘅樓景。入口就預計會設喺靠近連接逢吉鄉路嘅一條現有鄉村小路，即係裕昌園對面。發展商承諾將連接地盤嘅呢一段小路升級為6米闊嘅雙線行車道路，並喺兩邊鋪設人行道。申請之中仲有一座建築物係污水處理設施，位於地盤嘅最北邊。表示項目喺排水、排污等方面將連接去到沙埔公營房屋發展嘅基礎設施系統，建議共同提升附近嘅污水處理廠容量，以容納項目同埋沙埔項目產生嘅污水。喺寸土寸金嘅香港，經濟發展嘅重要載體，相信係開發新土地、釋放空間，先至可以有更多新產業落地。早前規劃署就話，北都佔地大概係3萬公頃，未來建設規劃目標提供超過3000公頃嘅新發展土地，50萬個住宅單位，同時會創造50萬個就業機會。面對咁龐大嘅人口遷入，周邊仲有一系列地皮等待發展。近日地政總署建議收回新田大約81公頃私人土地，作為新田科技城第2期發展。至於坳頭站附近，早前政府開展嗰一區嘅土地用途檢討，考慮引入更加大佔比嘅私營房屋，同埋委託港鐵公司進行檢討，出年就會公佈結果。預期未來變數大，但可以肯定嘅係，坳頭站附近唔少發展項目都係借助鐵路優勢發展，包括逢吉鄉項目，同周邊嘅地塊比較，面積唔算大，發展起上嚟或許有啲限制。位於新發展區嘅項目，就算伙數比周邊比較大規模嘅項目少，但目前道路規劃對於日後新增人口嘅願景仍然唔足夠。好視乎呢一個嘅公營房屋個興建進度能唔能夠同嚟緊嘅北環線睇齊嚇。如果睇齊得到的話咧，咁或者嗰個北環線起好先嚇，咁居民就會便利啲。咁但係即係如果話萬一鐵路有滯後嘅，而公營房屋嗰個嘅又起先喎，咁其實對居民嚟講，呢個都係一個幾傷腦筋嘅一個問題。目前嚟講，呢個項目嘅範圍，小地皮建設嘅時候有機遇都有限制，但對於陸路出入市區，交通仍然係硬傷，只可以靠巴士或者小巴前往元朗站同埋錦上路站，再出市區。目前區域內主要道路有3條，一條係主要嘅新田公路，跟住係新潭路，仲有青山公路潭尾段。附近有好多倉地或者農地，重型貨車唔少，道路已經略顯繁忙。沙埔公營房屋或者係隔離嗰個私地呢，其實都係主要經過新潭路去做一個嘅出入嚇。咁其實嗰個交通呢，而家嚟講其實都相當繁忙。其實咧呢一個嘅用地既然咁細，的而且確佢真係有一啲限制喺度嘅，即係可能未必話好似隔離屋苑咁樣啊，佢都真係可以有自己嘅路啊，或者係有自己嘅專巴出入啊咁樣樣，可能佢真係未必做得到。咁所以咧，佢喺發展嘅時候，係咪有條件可以同政府當局去傾一傾嚇？例如沙埔公營房屋去起嗰陣，係咪呢個私人發展商都可以同政府去做一個官商合作嘅一個模式？例如佢哋嘅地啊、
嗰個路係點樣走法啊，或者係有啲設計喺社區上面啊，嗰個小區嘅設計啊係點樣？地皮旁邊嘅發展項目面積比較大，預計容納嘅人口都好多。如果該項目發展牽涉到處理渠務嘅時候，需要有整體規劃。因為佢個位置咧喺個好比較上係喺嗰個成個公共發展嘅啲嗰個東南角嗰個位置嘅啊，咁嗰個位置咧就好吊詭嘅，因為你啲水啊渠啊嗰啲而家都係零嘅嚇嗰邊。你係因為有公共發展而先係有渠可以駁到落去，有路可以駁到落去，有供水可以食到條順風水啊，係嘛？你如果嗰邊未發展咧，你做完之後你都要 upgrade 翻嗰個地方。正如即係佢喺規劃署嘅文件講啦，佢都好依賴呢個公營房屋嘅。咁可能有一啲位真係佢要等待，即係房署啦，係咪真係起好啊、規劃好啊？或者有啲佈局係點樣啊？咁可能佢先至有得動工嚇。如果因為佢冇，似乎佢就冇一個條件可以自己獨立去做得到嚇。咁我諗可能呢個可能都要攤一攤先至可以起得到。規劃設計非常被動，亦都有意見認為項目而家提出申請，或者可以早着先機。譬如發展私人發展有乜所謂啊？呢啲當係 land bank 咁啫嘛。只不過我哋喺呢個一開始嘅時候壓咗個位先，攞咗個確認先，變咗嚟講喺政府無論係基建啊或者係其他啲道路發展啊，佢哋都先起碼有一個認確程度啊，即係變咗嚟講你要預我啊咁樣係嘛啊？即係你如果我申請過，你今次唔成功，咁啊下次我可能成功㗎咁樣，因為至少我舉過手啊嘛。雖然基本建設受限，但地皮細嘅缺陷係無法容納配套設施。如果依靠隔離嘅大項目提供配套設施，就可以便利居民。咁喺而家屋苑嘅隔離呢，即係而家地皮隔離呢，就有一個私人屋苑嚇。私人屋苑入面呢，都叫做尚且有一個超級市場，有一啲嘅商鋪，有一啲嘅食肆嚇，但係都唔多嘅嚇，即係你話啲要選擇嘅唔多。好啦，咁如果現有嘅嘢可能都淨係滿足到少量嘅居民，咁即係話再入多啲人嚟居住嗰陣呢，就係遠遠都係滿足唔到嘅。咁但係而家睇佢整體嘅發展咧，可能都係要等到2030幾年嘅北部都會區真正話會落成一啲嘢嚇，即係包括話北都公路啦、大學城啦、嗰個醫學院啦啊，甚至北環線嘅整條嗰個嗰個鐵路嗰個起好啦，咁先至會帶動得到嗰一區嘅發展，係真正帶動嗰區嘅發展。咁我諗可能即係入住咗都仲要等一段時間。區議員表示，拗頭站其他配套醫療方面亦都應該更加多元化。雖然附近設有博愛醫院，但目前科目唔齊全。如果有條件，建議加設。如果可以滿足同區就業，令社區發展更全面，會比較好，避免居民遠征九龍甚至港島區。咁你唔係 expect 個個都全部都係科技人嚟㗎嘛？係嘛？我哋大學都唔會出咗啲全部都係科技人啦，係咪？即係每年幾萬個畢業生，有幾多個係做科技咧？咁其他啲唔使做啊？係嘛？咁點樣去處理呢啲咁嘅就業狀況？我哋點樣平衡翻呢個打通嗰啲脈搏咧？因為如果唔係你哋堵住咧，就係一邊就又谷爆，另外一邊咧就係啲脈搏啲血唔到，就會死噶啦嘛，就會斷噶啦嘛，係嘛？自己會慢慢係會凋謝噶啦嘛。規劃師建議唔應該只係引入高增值產業，需要有低增值產業配合，先至可以平衡整個就業鏈。
2025年建築業界發生過大大小小嘅事，喺一節港樓擂台同大家回顧一下。從過往嘅事件入面，我哋可以吸取到啲乜嘢經驗呢？未來又可以點樣做好啲？請嚟測量師討論下。近日發生嘅意外事故都提醒咗大家，建築同埋公眾安全嘅至關重要。咁事件呢都引發咗社會各界一齊諗辦法，改善同埋解決問題㗎，建構一個更加安全嘅環境。我哋今日請嚟測量師學會後任會長溫偉明嚟傾下。Hello， 你好啊。咁我哋咧就回顧下今年嘅事先啦。即係過去一年呢，你最深刻關於建築界你最深刻嘅事係啲乜嘢咧？我諗主要兩件事啦，有開心亦都有唔開心。咁當然想講個開心先啦，就係見到今年咧，即係體育園喺年頭正式啟用啦。咁呢件事對我嚟講都覺得係好深刻嘅，因為點解咧？我哋一路其實除咗我之外，好多市民都一路見證緊成個啟德區嘅發展。試諗下，1997年當時嘅啟德機場搬去赤鱲角之後，成幅地其實一路諗緊係點樣去做發展。其實早於搬遷之前，政府一路已經係做緊一啲所謂計劃研究啦。咁去到1999年啦，咁就開始有個東南九龍嘅發展計劃啦。咁去到2001年就正式有個分區大綱圖，就已經初步講咗成個啟德區嘅發展。甚至乎去到2007年，當年冇記錯係特首曾蔭權先生佢公布咗10大基建，當時亦都喺公眾當中講咗，就話啟德當中會有個啟德體育城啦，當時叫體育城。咁到今天嘅體育園終於落成啦，咁四周圍嘅發展亦都陸陸續續完成。咁作為地產嘅一個專業一個專業人士，見到呢啲嘢一路咁發展出嚟咧，其實係好深刻嘅。咁而亦都係帶到好多經濟或者市民嘅得益。咁呢樣嘢係開心嘅。咁當然頭先都講咗啦，第二件事就係即係我諗最近嗰個宏福苑嘅事情，亦都令到我哋整個社會都好唔開心啦。咁呢個係好深刻嘅，因為亦都牽涉到我哋嘅專業，即係關於樓宇保養維修各方面嘅嘢。咁變咗呢樣嘢，我哋都覺得作為香港其中一個地產界嘅專業，我哋係即係責無旁貸，係應該係提出意見，亦都希望幫到社會、幫到政府、幫到我哋嘅會員，亦都幫到市民啦。因為大埔災民咧，頭先你都講過，即係佢哋一啲長期安置計劃都受到社會關注啦。咁見到其實黃偉綸都提過㗎啦，回購單位業權或者俾啲居民優先，即係買啲居屋上咗樓先，咁樣呢啲都係即係政府係評估緊一啲呢一類型嘅方案啦。咁其實了解翻即係災民嘅意願嘅話，你又點睇咧？嗱，我自己覺得當然我哋要尊重災民嘅諗法。即係佢哋想點樣去做，但係另外一方面，我諗司長其實都公布咗佢一啲多方面嘅睇法，包括原址同重建啦，又或者另覓一幅可能喺翻大埔附近另覓一幅地起翻啲居屋俾佢哋啦，又或者頭先你有提及過嘅就話會唔會俾錢收購咗佢哋，等佢哋有錢可以去買佢自己想要嘅居所咧咁樣。再推進啲就係佢哋會唔會有優先權？而家喺市面上或者嚟緊一段時間，政府供應嘅居屋，佢哋係有優先權去購買咧。咁呢啲多方面嘅角度，我諗政府都仔細地去諗過。咁當然啦，就我哋學會其實都有我哋嘅諗法，我哋啲成員其實都經過好深思熟慮嘅討論，尤其是喺專業嘅角度。首先，我哋第一樣嘢諗就係話復修或者重建，哪怕喺邊個位置都好，呢樣嘢喺現有嘅框架裏面係咪做得到咧？咁樣，我哋從地契方面先睇啦。地契宏福苑坐落於呢個大埔 Town Lot 27，咁其實當中牽涉8棟嘅住宅同埋一個多層嘅停車場。咁個地契其實又係一般嘅地契，就講咗可能佢個土地用途啊、住宅用途啊。咁仲有佢最大嘅面積可以起幾多啊、高度啊，
車位比例啊，呢啲一般嘅限制講晒 OK。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咧，佢有講到就話，如果喺原址重建嘅話，你做拆卸跟住再重建嘅話咧，係必須起翻一模一樣嘅嘢，又或者地政處長批准嘅類型嘅物業。咁呢方面嘅嘢你都要去申請嘅。咁邊個去申請咧？當然係個地主啦。咁地主係邊個咧？地主就係8棟樓嘅業主，再加埋停車場嘅業主，佢哋共同擁有咗呢幅地。咁另外我哋再諗喎，啲業主本身可能有部分補咗地價，有啲未補地價，未補晒地價，咁可能又牽涉房委會，佢可能都喺呢幅地某程度上又有業權喎。再加上有部分可能就按咗俾銀行，銀行係作為呢個按揭提供人，佢又可能喺業權上面有一啲 interest 喺度。咁你從業權方面已經好複雜啦。你點樣集合100% 嘅人去做呢啲咁嘅重建申請咧？咁呢個都係困難啊，係嘛？咁另外喺個災情裏邊，亦都有啲人係好唔好彩過咗身，有啲業主過咗身，咁點處理咧？其實好難集合㗎。咁所以我哋就覺得，喺呢方面諗，係咪應該政府有機會去收購咗翻嚟，係 take up 咗攞咗佢哋嘅煩惱咧？係嘛？我頭先講咗地契喎，都未再講到嗰個大廈公契喎。因為我睇翻大廈公契1983年嘅大廈公契，當時嗰個管理咧，物業管理咧係房委會嘅。咁我相信今天佢已經將呢個權力同責任轉咗俾而家嘅管理公司啦。當然，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我睇翻入邊，房委會係有責任去做保養維修、管理呢個屋苑住宅部分嚇。咁佢亦都係需要為咗呢個物業買火險，但係佢冇講到，如果真係發生火災，燒咗嚴重損毀後，點樣復修？點樣去做重建？咁又係走翻個問題啦。咁冇講到即係點啊？冇講到又係所有業主要諗出個方案一齊去同意去做。你試諗下，我哋嗰度牽涉1984個單位，要集合晒啲業主去處理一個咁複雜嘅問題。諗下個時間性係幾耐，所以從我哋嘅角度覺得最重要而家一定要睇住災民嘅需求，尤其是時間。如果我哋做一樣嘢，講緊個時間係講緊5年起標或者7年起標，咁嗰個災民點樣喺呢段時間生活呢？所以我哋有見及之，我哋就真係建議政府真係可以考慮回購翻佢哋嘅業權，好讓佢哋即刻有一筆嘅錢。可以去處理咗日常嘅生活同埋佢嘅居所。咁當然啦，佢亦都從收購當中咧，亦都將佢哋嘅所謂追討嘅權益咧，就可以去咗政府度，由政府去處理咯。咁亦都我哋會提出就話，可能為咗今次政府會唔會特事特辦去立個法去處理個收購同埋日後嘅追討同埋重建或者改建咧咁樣？呢樣嘢我哋覺得都可以考慮。因為咧，其實呢件事都引發咗另一個即係比較大嘅 topics 啦，就係講緊個建築業嘅安全，其實係一個重要嘅話題嚟嘅。咁對於保障工人啊、地盤啊同埋物業安全，你哋又點睇呢？其實站在學會嘅立場，我哋當然有一定嘅指引，俾翻我哋嘅會員，由會員亦都去帶領翻佢哋嘅團隊去點樣去注重安全啦。咁我諗唔係正因為有呢個咁嘅問題，或者呢個火災。其實日常我哋都係應該要注重呢樣嘢，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更加要睇清楚我哋喺建築工程、維修工程裏邊嘅程序啦，我哋嗰所謂監管啦各方面咧都要再一次審視。咁我相信永遠都有啲改善嘅地方嘅，尤其是咧我哋香港而家面對唔係淨止人口老化，其建築物老化都係香港面對一個好頭痛嘅問題。我哋點樣去做一啲維修，令到我哋建築物嘅所謂佢嘅生命能夠延長多啲咧？呢個都係一個幾重要嘅話題嚟嘅。咁而喺維修當中，即係你見到越嚟越多大廈需要做維修啦。維修當中，我哋點樣做到公平、公正、公開，而亦都係牽涉到生命財產嘅安全各方面嘅考量，我哋點樣去做呢？而家已經有好多嘅指引，亦都好多嘅法規，但係我哋喺執行方面點可以加強做到個規管呢？亦都令到從業員係醒覺去做好啲呢？咁樣都係重要嘅。
你又即將上任呢個學會嘅會長啦，即係對於來年嚟講啦，你有冇啲展望咧？覺得業界可以點樣去進步咧？其實我哋測量師咧牽涉嘅範疇都幾廣啊。咁我哋有六大嘅類別啦，有產業測量、建築測量、工料測量、大地測量、規劃同埋發展測量，仲有我哋嘅所謂物業及設施測量。我哋基本上就係成個即係地產發展由頭到尾咧嘅參與者嚟嘅。咁所以我哋更加要與時並進。其實而家好多新嘅科技啦，甚至乎而家成日講 AI 啦，我哋點樣利用新嘅科技到將我哋嘅專業咧再提升，令到咧我哋同市民咧即係嗰個銜接再更多啲。我哋一定要令到社會更多對我哋有嘅認識同埋認受性，亦都令到佢哋即係識得去利用我哋嘅專業知識咧，令到香港嗰個物業發展咧係繼續繁榮落去嘅。即係期望住你哋學會嘅專業知識啦，可以保障到即係成個香港嘅建造業安全啦，咁令到香港喺發展嘅同時，成為更加安全、更加宜居嘅城市咧。今日好多謝你嚟到同我哋分享咁多，咁啊節目時間到啦，下星期再見，拜拜。